最大领航员的一个得分是20分了。前面杰伦要超级起飞的反手，双手扣篮啊！哇，这个有够秀的啊，杰伦样。林明义把高国豪带出高级动作，哇！拉杆小狮王飞进来。 成功的超截，前面完全没有人了，沃克来一个双手扣篮，哇！这个球也是打得太勉强了。目前90比84，再来看一下沃克超截后的双手飞扣。双方呢在最后这个时刻啊，都想要赢啊，整个防守的强度也提高，单手扣篮怎么会放这么大的空档给？ 好了，富邦勇士队出现失误 ，Brandon Dawson 带球快攻，这篮筐，新竹体育馆坐不住了，新竹工程师超前比数。上一次对到领航员的一个得分是20分了。前面杰伦要超级起飞的反手，双手扣篮啊！哇，这个有够秀的啊，杰伦样。哦，这是一次非常帅气、高难度的扣篮。哇，这必须要重播再看一次啊！前面是林俊杰的超截，哇！再看一次重播，还是非常的精彩。哦 ，Jack 在后面跟随哇。